台湾手苗天坛举行爱心平安米大馆仪式，迈入第16次，总数捐助42522包米。庙方这次大信众捐出的爱心米总计10250包，收费的单位有台南市中西区、东区、南区、北区、安平区、安南区、宁德区等公所，再由公所将这来自信众的爱心转发给区里内需要的家户。我们以米代金来表示我们对政府政策的支持，那也是得到我们很多市民的支持。那我们的很多的信众，就历年来我们已经经过了第16次的那个捐米的仪式，那今天又特别的多，就12500包的那个米，真的非常的高兴。那就能够跟帮忙弱势的朋友能够得到一个就很高兴的能够帮忙很多的朋友。为了感谢手苗天坛长期办理平安米大馆关怀弱势，社会局副局长严静英特别出席活动的现场，并颁发感谢状。今天呢，非常荣幸也很感动，可以再来参加天坛的捐赠活动天坛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公益的捐助一向不遗余力。我记得我在这边参加过很多次捐助的活动，很多次，包括这个急难救助的基金，还有天坛学生的奖学金，还有捐赠班很多次，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那在这边呢，要代表市政府，也要代表社会局，我想也一并代表各个公所来谢谢董事长，还有天坛的董事监事跟秘书，还有天坛这样子的这个行善的意念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社会真的是特别的温暖。除了捐予7个区公所，另外在社福团体方面，手苗天坛选择捐予台南市社会局爱心事务银行、家扶中心、天坛老人养护中心、台南市农业福利协进会、乐福基金会、台南市永靖教养院、台南市慈恩老幼协会、台南市博爱老幼协会、藤泽养护之家、永春护理之家等单位，要来将这结合了信众爱心的平安米送到社会各个角落。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